川普的对顶关税要实施啊，咱国的政府当然来赶紧应对。除了讲行政院调集三党开会讨论应用的方案以外，总统嘛已经宣布由这个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呢带队对美国的谈判。是讲民进党的立委嘛建议讲，这个大总统会使考虑另外一个人选，也就是会使由这个对美国有真峰回谈判经验的前总统蔡英文做团长。台湾已经组成谈判小组。 由行政院郑丽君副院长领军，宣布对美国谈判小组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带队。有立委建议讲，这个国家适合。第一个想到的是谁？蔡英文总统。中国的政策、两岸关系，或是对美的沟通谈判，他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。在川普宣布关税迄一天。 蔡文伫面册写讲，前总统李登辉卸任后，共款透过出访关心台湾，敢是暗示本身嘛准备要行这条路啊？这个谈判小组内底嘛包括国安会、行政院的部会、产学界等等。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未曾出来，就要把时间好好调动，整合出台湾投资美国队，也期盼美国对等整合美国投资台湾队。这两项那也就是无实际。 民进党立委评估，若是讲伫美国国内发家者对台湾的产业拢是良善的。过来就是对着行政所提出的880亿的补助计划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态，爱扩大加码。880亿对比关税32%，冲击有可能是1.3兆台币的一个状况，确实比例上来讲是非常不符合的。也因此，我们希望是行政部门能够提出它的计算公式。 行政院调集三党的党团，连假开工的头一天，共商国心，嘛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出席，特别都要放下争议，才当创造改变的机会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